就是没懂不了的切，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受持菩萨戒。对，他也被满足能给他的你们甚至他们这个去，초주는 쉬면 상계대 천주선 뭐 탐제 당 장알라야네 천계서 천주선 당은 이제 대신 셔바나 기계서 천주선 셔바나 지다 라바낭시 소소에 대신도 라비 삼바지 아야 아니 다치당은 이제 대신 천주선이 겨 천주선 라바나 다른 신나 뭐 다전 돌아 천주선이 기 천주선 라바라 바신도 라바키 티나신 말한소 소소소기 천량어도기 라마 칸 여버 대다기 아니 캔저 뉴스기 캠베윤데 제외윤데 아니 뉴베윤데라서 지들 라바나신 민지 진주 삼바 교신에는 비치들 라바나신 교신에는 비게지 천주 삼비 줘발라 지들 라바나신 천량어도기 라마 대다기 군 다심지기 된집을 칸데지 제베 겨와 지다와 티나신 지 알아야 된 안소에 티나신 라비 삼바지 고고야라가 那我们就观想呢，为了骗虚空的一切如母有情呢，那为了他们的缘故，所以今天呢，我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佛子的跟前呢，来受持菩萨戒。那如同你们呢，过去世呢，从开始发起菩提心，然后到修学诸菩萨的学处。那今天呢，我也是为了一切有情的缘故，那我同样的呢，要发起菩提心，而且呢，就是如同过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及一切呢和我有法缘的这些上师呢，那如同他们具备的悲智力功德一样，他们具有如是的能力呢，去利益所有的有情。那我也希望呢，能和他们一样具备所有的悲智力的功德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然后由此呢，来受持菩萨戒。티르지 ngara soso jawaji bayine soso la khatab ke kuji yo mare de gena ki tuji kadin tene simjen ki tön chung se ji simjen la pembe chawase na ma sen tön chung se chebe ki ani chawaji tu tuya de ji chongwa wa cheza ta tenzu kanga ni gena ma si tuji kadin ra ani chinani karsu ani simjen tön chebe ki 심지기 퇴행체고야라는 것도 사람 사고야를 퇴행체고야를 들리는데 심지기 퇴행체발라 소소 강사 소소기 연된지 선의 심지기 퇴행체베기 체레지 창고야라 다 소소를 더지 임바이나 칼코지 샴바 카다 칼코지 요마르바 다 이내 미지 셰로지 니 셰로치 슬라비 오네 그런 아니 다 지지 체로지 니 체로치 슬라비 개르무지 도지 가디 long so so tawela me ki tuje kati nyaji la tene samsa tende bu ki ani twen simje ki twen je bu kawa yongya ti ani gyudi khang nyagi kati tene yong ma to ni shin khangsa rang la ina khadap khe kuji yo mar ba halle bu kati chumbare 那仁切呢就说到说他自己呢，就是虽然呢什么都不会，但是呢现在呢就是稍微有能够利益有情的这些力量呢，那最主要呢都是因为上师的恩德，善知识的这个恩德，现在有机会呢能够来利益有情，然后呢有机会来累积功德。累积资粮呢，那这些呢，全部呢都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上师呢还有三宝的恩德，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希求就是能够请求我能够讲法或者是传法，那这些呢都是所有善知识以及上师的恩德，那我才有机会呢，然后来利益有情。那这些呢一切呢都是我的恩师呢赐予给我的。
지면은 아이 말 같은데 심지기 된지 이 후에도 남의 도지까지 인까지 하지 되네요. 若是没有这些恩师的话呢，那我是没有任何能力呢来帮助任何一个人的。차리는 마도시 강사 소소라니 가다 봤다는 개코치 난 미테는 미테는 最 가보래 那现在呢，心绪中呢，能够有任何一分的功德，或者说有任何一点的善心呢，最主要呢，都是因为依靠着上师的恩德，所以我才能够有这些些许的这些能力，然后来为大家服务。那如果说没有上师的恩德的话呢，那不要说能够帮助大家，可能今生呢要获得人生都是很困难的。他的那些他的呢我说他就是没多么灵的嘛嘞好，就觉得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好了广播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人民的设计如其往昔诸如来，chan就同你给吧的从于升起菩提心，chan就什么拉巴了菩提萨埵诸学处，其他人心来吧的如是次第善安住，大讲说了片段的如是为利有情故，chan就什么给给心愿我亦发菩提心， chan就什么拉巴了如其所学诸学处，没心都拉不给亦如次第能修学。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大了
我这都是其景哀悯意念我，其他人们也得写给如其往昔诸如来，产出托尼加巴当，从于升起菩提心，产出什么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这到人心那巴达，如是次第上安住，大家不老偏偏的，如是为利有情故，产出什么给给些，愿我一发菩提心，产出什么拉巴拉，其所学诸学处，不心都拉不来。亦如次第能修学。他的这个他们说的讲究什么？那我就投诉什么？他也被满足那个他的人们甚至他们这个chế度上了当然给国家的，他人你们自己难了了，我他这个投资的嘛都他穷嘛说，他小个也狼呢，没了给这些那边给龙啊点这，扬州满洲没了给这些，等的这呢，投资忙不起几天给茶叶囊了，而且这去囊地囊了去呢贴的了他，我觉得就做那小个也狼。小孩子也让去主办这个出去准备给哪怕去登记了的去地样，在地桥可能去的主办大部去在地，哎，那么地嘛就那样，可以同样几天起码平时咱们给调查出来的，我们都恐怕咱们去的主定也大不去，再来讲也去导致去因为我们都查挖去什么当不呢，可以同样嘞，他也大不去个嘛都，甚至他们这个去的上面当然的。哈里边特别你们去咱们当的休息，当民族谁呢？这个有不着急的他，来说他这个上了当国家这个他甚至他们这个chế度上了当国家대답을咋全部他现在没得话几个的，他대답了当个没上上去，他好像提做个的对对提讲个的，好大点就哦呀，他给我一年，第是呀。디기 둑투고 요래 다 텔레라베 계심 캐바지 튀 남이 요 말에 그래서 아니 야 이제 가서 그래 계세 찬주 선반남지 상 아니 상계비기 퇴제 상계서 토바지베 상계 로 용어반에 거에 동네세네 다 팀일이 토바지바 상계 공부 탑지기 토바지베 퇴제기 탑 딜레 매바 दिले मातो शेंस मैं बदे चमदे दिखी सी यारे कैसे चंजू से में सी यारे ती इंदु चंजू नाला सों यारे चंजू से में लाबे की रोजों की न्यामने शें मिंदु साओदा ती सुंबु यार चुदा थे तब ठंडे के टोबिया तिता कोकब दे साच मु समझे पे लो न मासो न पे के चुचे सो के ती समलो तंग का सो ला समशु न मासो न पे के चुया पे के छिमबले रा ओदा तुजो 어디 뺀 그래서 자침벌에 인데 무슨 제가 타마서버도 전주선부터 만나봤다고 저 토송 삼바지 토송 삼바다 냠도 책디기 책되니 책이 tren디니 책디 차보니 요마레 디기 tren다 들음사 이샤 체체 나 타마들 따가라 티코는마 등기 이샤 책이 타마들 이게 전주선부터 만나봤다고 토송 삼바지 다 딩이 칠레 랭기 삼고 말다 कैसे छंजू सुबह छोड़ कैसे छंजू छोड़ चुने शुभ संगीत छंजू सुबह की चंगाले लेंगे ये संगोरे मातो ये तीन लेंगे ये संगो हमारे गाय ने छोड़ दिजी से संगीत कुंडियन ला सोसो टेंजे लामो चुद ओ तेरा की चंगाले लेंगे ये संगो यार ओ तीन नंशी खेरांजो के संगोरे मैं खेरांजो ला नंगे ये संगो हमारे दा छंजू सुबह तो मैं खेरांजो ला पाना खेरांजो ये तीन लेंगे ये ती संगो अरे संगो ना तो छाव में यम दो लेंगे सबाजी को यार那在念到第3遍的，就是亦如次第能修学的时候呢，那请观想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已经升起了清净的这个菩萨戒。那在升起观想升起清净菩萨戒的时候呢，要想到说，我现在呢能够有能力呢去思维到说，我能够去利益一切的有情呢。那今天呢，就是纵观今天一天所有的时间，大概除了现在的这个时间之外呢，其他时间可能可以说是没有，因为我们可以思维，我们从一早起来呢，可能内心就散乱，然后开始聊天。那无论我们的行住坐卧呢，都是符合于世间的这些行为。那或许呢，早上起来呢，可能有修一些法，但是修法的时候呢，我们所求的目的呢，可能也只是为了今生的安乐，或者好一点呢，会希求这个来世人天的这个果位。那再好一点的呢，可能也只是呢，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呢，我们并不会去特别思维到说，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呢，所行的善行，都是为了一切有情能够成就佛道，是为了这个目的呢而去思维。
但是我们要是能够好好呢，在受戒的时候呢，能去思维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这种福德。而且呢，我们要尽罪呢，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呢在尽罪；要集资呢，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呢在集资。所以除了现在之外呢，我们很难找到呢，就是一天里面还有其他的时间呢，能够去思维到其他的友情，能够去利益一切的友情。而且呢，我们想要净除烦恼障以及所知障两种罪障，然后成就佛陀的果位呢，除了思维菩提心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吉天菩萨呢，在入行论里面有讲到说，除了修习菩提心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修菩萨戒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力呢提起来，然后呢，致力去发起这个珍贵的这个菩提心。而且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寄诵文呢，它其实内容呢非常的这个简洁，所以我们边念诵呢，然后就边随文做观，然后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呢，就观想呢自己升起了这个清净的这个菩萨戒。那我们在这里受戒的时候呢，不用观想是在我的跟前呢，就是受菩萨戒。我们观想呢是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面前呢受这个菩萨戒，在我们的善知识的跟前呢受这个菩萨戒。因为呢，我也没有这个要为大家传戒的这种意乐。那我的想法呢，也就是我们大家呢一起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还有善知识的面前呢，那我们一起来受持菩萨戒。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到了广播这的时候，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的每日的事情，如其往昔诸如来，想去度你给我的，从于升起菩提心，想去身边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大人现在把大人，如是次第善安住，大讲做了片段的，如是为利有情故，想去身边给给心，愿我亦发菩提心，想去身边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并不心都拉不了去，亦如次第能修学。想去身边懂吧？你还得变不是给钱不了吧？也是想去身边，想去身边等做给。女亲把当给儿，我亲把当给儿，妹亲把当给儿的，当母路径大不赢的，把身边团队给接到上个，说下你接呗，刚说女你接呗，下差的团队亲把当接，身边了亲把当给儿，当住了，团队的当土要嘛，提来他说给给身团队去给呢，身给去了，他搞了给要嘛往住了，往住了搞了给要嘛吧。이내 당한줄 깔래 요만데 디양한줄 치고 말봐 당한줄 치해기 라메기 소소기 라마 서리 미자고 계획이니 텐데 삼기 미자와 한줄 치해지 만줄라 당와 가져 송사래 만줄 치에도 백깔래 가져 스캡사래 이내 다 샘디게 치고 디치도 성어당에 치고랑 한줄기 깔래 카위야로 제가 할 레벨 텐데 다 계세 전주 삼바당 내지 디시셔 소소기 천령어도 라마 계획이니 개는 뭐지로 권한도 사줘줘 동조줘 만족이 되나 소소다 붙이 나다 붙이 나이나 사초조 통초조 더 붙이 지는 샤야로 당아래 소소 맞지 냠내 맞지도 때 체스 요마르다 류니까 와체 투고 제 짐바카와 땅도 미니 짐바카와 땅도 그래 네지 소소라 갑지 조인제 소소나 수칸데 땅도 다 미데데 짐바 땅도 오면도 왔다나 딜레 치러봐 근데 한 레벨이 상보 전주 있으면 남주 오늘 인딩에 된데 도와 건설 일단은 된주기 점인제를 때는 만족 고지 말았다 이네 만족 뒤돌 성로다에 가면 진인지 된이 말을 성로다에 뒤에 가지고 땅 소소 있는 가족지 있는 뒤에 땅 두고 왜 탑겨 버려 봐 어째서 된대기 돈에 제가 만족다
10점 고개도 뺏겨 쳐버려.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能够受持菩萨戒呢，是非常珍贵以及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看其他的这些菩萨呢，他们是能够就是布施他们的头目脑髓，乃至于呢，就是佛陀世尊呢，他在因地呢还是菩萨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割肉施血给这些有情。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只要升起一个善心呢就可以，就是要升起一念善心呢，它并不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做，因为呢，从以前到现在呢，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根本上师呢，他告诉了我们多少，诸佛菩萨呢，跟我们讲了多少的这个道理呢？但是仅仅升起一念的这种发心呢，去思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思维。那诸佛菩萨以及善知识呢，他为我们讲述了多少法，告诉了我们多少的这种方便，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行持。那而且呢，我们往往就是缘着自己，那自己呢，可能就是挨一针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更不要说是其他能够去利益到友情的这些布施等等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虽然呢要升起善心呢非常的容易，但是呢，我们还不去做的话呢，那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面对到这之无语，今我此生不虚度，每事不来我头，今我善来人中生，提人上界人数给，今我生于如来家。上界色素他可能的，把手上界谁是大觉，上界色素他就多，成为如来亲长子。他呢他给今年讲，无论如何，我至今谁的准备来怎么的，当勤负荷此家业，别没准备谁的啦，勿令所行有玷污，要我们就得到讲，于此无垢尊贵种。哎呀，他听的是他听的，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修是all that is not in all the stuff. 一些的 science 的。我这个等一下掉下去。对，我到。好真出息。也。了，是的，是搞的，是你们国家人，然后那个去，是到底去打的呢？让心一打他的妈的，都把别人心打他的，叫我打我别人心打他是。
对。那他这样子动不动的都去点头有那这样子，就是说，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把视讯镜头打开。对。他等你让给结巴不让西就别这结巴不我是办不得让结巴不学办不起，学了个忙的，对，那边呢，他让西给答应的，是当不让西给答应的，他让西给答应的了，开不多不别让西给答应的，开不他不别让西给答应的，你给这些送，他的别件能了，他不念了，别件能没当我的考上你扩大去这咋送啊？我的大觉得的，他不念了，开上手给，别件了没得不念了，他不开不多不别让西给答应的了，要你多啊，开不多不别让西给答应的，开不他不别让西给答应的，你多啊。开发多巴别让西给答应的，开发大巴别让西给大巴别让西给答应的，是对开发的，肯定是结果的是呢，答应到了什么当过给的，如今去了老我可以长久好嘛的，大地的扎基要的话，大康松为给大地的扎地按的了。扎地的结巴不我说偏不的没偏不，给这结巴不偏不的没偏不了的，我说偏不的没偏不的结了，结巴偏不的能了，我说偏不的修了偏不用过的，他偏那他不都是了。唐不念了，唐不念了，我比如说唐不念了，第两那样个嘞，唐不念看上子了，车去当过了哇，对嘞，呀，车去当因的，等你看上子咱们的伢都让车那样用过嘞，起码都伢过车看过嘞。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色类、心类、音类合集的这一本，就是从第100页开始。那从100页的倒数第4行，就我们上堂课呢就讲到自性正音。那自性正音呢，它就可以分为关代差别自性正音，还有清净差别自性正音。那这两种差别是在哪里呢？这两种差别呢，就是看这个正音论式里面呢，它的正音，就是跟所立法还有有法呢没有关系，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正音，它所安立的这个正音呢，就是这个安立这个正音的这个能全身呢，它要是能够引出其他的这个作者的话呢，那它就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若是没有办法牵引出就是作者的话、造者的话呢，那它就是能够引出的是关代差别自性正音，那无法引出的呢，那就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那上的一堂课呢，就是有这样简短的做一个解释。那有一个概率的理解之后呢，那接下来呢，那仁波切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请大家回答。对，他第二年给开了过来是呢，通过开了过来是呢，他得大学，第最终嘞，最终嘞，就是说第我波嘞，第通过第大学第最终嘞，第我波嘞呀。那大家先看仁波切的手指头，那仁波切的食指呢，所代表的就是情涌所发，也就是造作。那中指呢，所代表的呢是事物。对，他看上去最终是哪个？最终是那个是啥？造作。造作，现在造作是那对造作，那对第一造作是那对写第一造作是为切第一，写不不的，只要定个就定个没得，就是写不定个就定个没得。能全造作的这个声音呢，它有没有显示出造者？写不定个没得，造作是的，造来穷啊，那个样的哇，造来穷啊，那对造来穷啊，那对造来穷啊，是那对第一写不定个没得，定个就定个没得。就是我们在讲情涌所发或是造作的时候呢，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它有引出一个就是造者？假给给刺激所当当配给都是咋个用完的？一定的有造作的意思，谁造，对不对？有一个人造的嘛，意思嘛，造作啊，可是他啊，
맞다. 책디기로와 책신라 제법부 두에 랍기요 말이래. 책이 디기 거야라 照做了的제법부 아니 라디 아니 제법보다 대화직 무슨 땡기면 돼요.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的意思呢是否有这个造者，而是说，就是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这个字它跟一个就是能够做某个东西的这个普特伽罗是有关系的？或者照做是的。现在啊，让中马音吧。对，人的不扛杀这个切巴不不多切罗啊，扛杀这个做完了穷啊，别人怎么就给成立了的，给不怎么穷啊了的，做完了穷啊是的，鸡蛋的做完了穷啊是的，给不做完了穷啊了个样吧，可听到？做完了穷啊了的，给不做完了穷啊了个，给不做完了穷啊了的，切巴不这话我是听个的啊。就是我们一般在讲造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举反例的时候呢，会说这个非造作的这个石山，非造作的这个山。那非造作山就是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这种山嘛。那我们在讲到造作的时候呢，会讲为什么讲说非造作和造作？那造作就是表示说有一个普特伽罗去造作嘛，去做的缘故，所以你才会把它叫做造作嘛。那就我们第二义嘛，车的意思来的，切巴不这个的啊。车是的车来的，切巴不刚杀鸡的这话听过了，刚杀这个塞不的，塞不给查瓦的，刚杀这个通给查瓦的听过了，早来的刚杀这个切巴不的这话听过了吧？就像是我们在讲到吃、喝或是走的时候呢，一定是指说某个普特伽罗在吃嘛，或者说某个普特伽罗在喝，或者说某个普特伽罗在走。所以我们光听到就是吃、喝、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造作的词嘛，就是有某个普特伽罗在做的动作嘛。现在他做完了穷啊是那不着啊，现在对的，他现在做完了穷啊是那的最终那的最对了啊。以前的这人不觉得做完了穷啊了，做了穷啊是的，给不做完了穷啊了的，切巴不的这话的我是定个多啊，切巴不的这话的我是定个要把印章，天这个大区间，大区间米大的米大把印的，呢，可是变得最终的可是大区间米大的，同大区间了那样个的，同大有了同大一个同大区间，米大把印的最终因为是什么呢？大最终的个切巴不我是定个要把印章，让西个大样大印把康熙了，大的个测试了。切巴不我是定个要把切巴不我是评个要把印章，切巴不评个要把印章，提前呢，俺可考虑下子呢，切巴对吧不让西个大了过来。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是讲造作，但是造作它其实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士夫所造作，我们把它称之为造作嘛。那所以呢，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呢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当我们听到一个正音论事，就比如说听到说法罗生有法，法罗的那个声音有法，它是无常，以是造作故。那他所安立的正音呢，就是造作，所以这个造作呢，它是能够引申出造者的缘故，所以它呢又是自性正音，然后呢，它所安立的这个音呢，原因呢，又能够引申出造者的缘故，所以这个正音呢，它就是观待差别自性正音。做什么？他本呢，第一章，他第一的让西个大样大音把康熙了。大地的测试啦，康松为大地的测试啦，声音这个喂，测试的啦，测地的切巴布的偏巴音呐，切巴布的这话的点巴音呐，俺可考察的是那大地切巴对巴不让是个大了过。所以呢，它只要是自性正音，然后呢，这个它所安立的这个原因呢，这个正音就是能全正音的这个声音呢，它要是能够显示出一个造者，那这样子的正音呢，就是观待差别自性正音。对的，对了，大地的测试呢，看的切巴布的修切巴布定个大伙的嘛都缺见的，直接去了那个强调嘛的。所以呢，我们在判别是否是观待差别自性正音的时候呢，它跟有法还有所立法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它只是看所安立的这个正音，它是否能够引申出造者。就是说
他本来搞大洋大些的，主大洋大些都看着我就直接去的主外面的搞外面了，大国有啊。这大洋大些的大去你康苏面大的直接去你的军队里面了，大国有啊。让些个大洋大些的直接让就大去你的让些几块里面了，大国有啊。他谈到开发多少别让些个大洋的，他把别让些大洋的是的康苏面大地的，你康苏面多少别让些大洋的是的康苏面大地的出现了，全部偏没被大国的马多。大剧军队里面的搞主接去搞外里面的对挺重要嘛的。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安利就是成立正音的时候呢，是看他的这个所立法是否是成立法。那在看遮遣正音的时候呢，是看他的是遮遣法。那在看果正音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因，就是正音还有所立法，他们两者呢是否是因果的关系。那在看是否是自性正音的时候呢，是看正音还有所立法呢，二者是否是体性一的这种关系。但是呢，我们在看关代差别自性正音的时候呢，它纯粹呢就是你只要符合是自性正音，那只要你的正音呢，它是能够牵引出造者的话呢，那它就是关代差别自性正音。他萨腾给搞的老说，你最终来咋说啊？他萨腾给你看了说，所知，马里马里，我不，我不了看了个的事物，事物，对不对？这个事物，但是我不来的钱包不开定个头哎，那钱包不懂。我们在讲事物的时候，光听到事物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联想到造者吗？没有，这个没有，最终的可你别卡的，现在第每把印章他别那查取钱，我不印的，他在查取钱，没大把印的了呢，这个沙滩的确钱，人家想的这个的通查取钱，安尼没大把印的确钱，这个想的这个的，开把有嘛的，确钱的可以做开把有嘛，通查取钱，没大把印的，我不印没些了呢，确钱沙滩的人家的，如今去人家的，大可可是大我不得。第一个可能让些大人的引把更新啦，大学让些大人的引把更新了，大学让些几块的，就说我不当，没大把你的让些几的，天天让些大人的掐菜的，大人的引不更新让些大人的掐菜，他天天个大康松的大我不写的个切话不得，这话可以点个多诶，点个要嘛的，可个要的，可个要嘛的，马过人上从这去就没大把引的，我不引没起来呢，开把大把别让些个大人打了过来。所以我们刚刚安利了两个正音嘛，一个呢就是造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事物。那事物呢，就像讲的，我们在讲到听到事物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办法联想到就是造者，所以呢，我们安利一个正音，就是它前面的有法呢，还有所立法呢，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就像是法罗的声音有法，是无常。以是事物故，那我们知道说事物和无常这两者它是体性音嘛，所以它一定是自性正音。那在了解它是自性正音之后呢，那我们听到事物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并没有办法引申出造者，或是没有办法联想到造者的缘故。虽然说它的有法以及所立法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所安立的正音呢事物无法牵引出造者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正音呢就是法罗有法。是无常，以是事物故的这个正音呢，它就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说什么？哦，他对。Tadi indra kebo tabo tanda kebo to branchi tanda di tire. Tangi kiranzura pati watu kocho de. Pena drachu che mita ba indi kiji ma imbe chelana. Kiji ma imbe chelana. Kebo tabo branchi tanda re kebo tabo branchi tanda re. 那如果说大家有理解的话呢，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法罗生有法，是无常，以是刹那性故。那这是关代差别自性正音呢，还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切把打把为上心里当。对，那就你们知道了，对不对？可是呢，kiji ma la de kiji wala kiji wala de cheba bo ka de jawa khai tengi yo ma. Sik de cheba bo de jawa khai khogu yo ma. Mogo wa inza drachu je mita de cheba imbi chela ba kiji kaza kiji ma imbi chela ba ina ta chaba taba be shi ta anda. 大家回答的没有错，这个就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因为所安立的这个正音呢，刹那性，或者说呢，刹那的坏灭呢，我们光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是无法引申出造者的缘故，所以法罗生有法，是无常，以是刹那性故的这个正音论事呢，它就是清净差别自性正音。哦，他对的。
답변은 풍바 추진 여바인데 체메미 바이 미치르스 근데 라바이나 코 캬바토바 베란시 따한다레 캬바타바 베란시 따한다레 那或者说呢，就是凭止有法是存在的，因为是量的所缘故。那这个呢是哪一个正因？ 즉바레 제바부 개응스 요마레 왜 다티 제자 다티레 다서 캬바토바 베란시 따한다 캬바타바 베란시 따한다 캬바 시에차송아 다티 캬란스 시에차르다 그래서 다 디기가는 내배 지켜고 그래 다 제바부 식디기 제바부 땜바 강시라 오서 땜바 지당 슈글라 땜바 지 민다 또 수용이야 빼나 수중라도 오서 제바부터 저와요 버도 코투고야 다 빼나 다치지 미다디 제바 임비치를 라바이나 제바 임비치를 라바이나 제바 라바이나 다코 가르쳐도 그래 규경기 제바스 제바보다 더 규경기 제바다 보지라도 제바부 슈글라 펜바다 보지 니기 천시를 샤고야 그래서 어때래 那就是从上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量所缘故。那量所缘呢和存在呢，它也是同一体性。那加上说量所缘故呢，它并没有牵引出造者的缘故，所以它同样呢也是清净差别自性真因。那所以这里呢，大家就了解了，就是观待差别自性真因，还有清净差别自性真因的差别。那之后呢，我们会再讲到说，就是在引出造者的时候呢，它又分为就是直接引出以及附带引出。这两者，那讲到附带引出呢，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生一有法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那所作性呢，它为什么是附带引出呢？它是附带引出，因为我们讲到所作性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它是一个因缘所造作的缘故。那既然是因缘造故的时候呢，它等于是间接或是附带引出造者，所以在讲到说生一有法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那所作性的这个因呢，它就是附带牵引造者的这个正因。这是吗？可以吗？就国有嘛说，国嘛有的头发上面都是存在的性相，量所缘存在的性相，所以它没有，没，제바 쓰라바 있나? 네, 거기에 천만미 봐. 천만미 봐. 되게 천만미 봐라디 제바 뭐 무슨 개땡겨요 말이야. 규경기 제바 그냥 무슨 땡기면 와. 就是我们 세메 똑같아 대가라래 마도 믹세기 강 제바 뭐 무슨 대단 제외기 될 때는 중앙도 보지. 제바 무슨 고우면 와. 세메 똑같아 쓰라바래 마도 세말라 때네 똑같아 고우야 말와. 在讲到说量所缘的时候呢，它其实并没有引申出一个造者，因为量所缘它意思呢就是量所通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只要是存在法呢，它一定被量所通达，所以它并没有特别引申出一个造者。空气千马字个用对，那得解爸爸打当国菜。练习这个边境的地方。OK， 以后呀，开始啊，工作机千马字国产的事故，那得给扛杀机过过，但扛杀机讲对解爸爸去过。哎呀，我眼是那看吧。다와버랑시 다 그런저 다와버랑시 이거 다 간단히 그런저 그 다와사사지 라사서 다 틱살다 那我们接着说呢，他自己是认为这个是清净差别自性正因。不过呢，大家如果认为是观待差别自性正因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就起码说透有这一个问题呢，你们对于正因呢产生一个疑惑，这样。다 다와사사지 라사서 다 틱살 그런저 가르치니 레샤라 디 레샤 슬랍사지 레이도 다 틱살다 就是因为呢，问你们的时候呢，你们能够讲出一个原因嘛，这个就可以了。对的，아니，对的，他고쳐서他被이겼다 쇼아，他이겼다는 레라래，이겼다，他全大다가라래，他그냥 고쳐서래，他이겼다나。那大家如果了解意思之后呢，那我们就回到就是第100页的倒数第4行，我们就开始看文字的部分。对的。다 당번에 아니
랑시기 따양다 임바 실제라스 랑시 주베 데 랑기 제바부 펜바스 랑시기 따양다 임바 실제라스 가르라고 그래서는 랑시기 따양다 임바 시샤체스고 어쩌송아 랑시기 임바 강시라스 랑시 주베 데스도 랑시 주베 데 랑다 주사디 강성게 따들로 고고래 최전에 고주와 말에 좀 제셔로 고주와 말에 따들로 고고래 제자 대대 강성의 따디기 민디 시주베 민디기스 거 시주베 다디기스 랑기 제바보 코라 랑기 제바보 아니 펜바 있나 아니 가르에서나 제바보 펜바 있나 제바보 펜바 있나 아니 개버 떠버베 랑시기 따다 니 어다 딜라고요 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分为关代差别自性正因，还有清净差别自性正因。那初者呢，就讲到说关代差别自性正因的这个性相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同是自性正因，以说自身牵引自己的作者。那这里呢，就是同是自性正因呢，就比方说哦，这个正因呢，它本身呢就是自性正因，所以这个叫做同是自性正因。那在是自性正因的这个条件之下呢，那以说自身。自呢，这边的自呢，指的是因，就是原因，它并不是指有法，也不是指所立法，所以这边的自呢，就说自己就是原因的这个声音呢，能够牵引出自己的作者，就是这个原因的这个作者的时候，造者的时候呢，那符合这个条件呢，就是关代差别自性正因的性相。哦，他对了，他让你吃不分巴斯，看不到我别让西单的了，耶那。랑시 주베 데스 타 켜버토 베랑시 기타한달라 얘나 켜버토 베랑시 기타한달라 얘나 아 델라 요와 델라 랑시 주베 데 랑기 제바부 오소 펜바당 슈라 펜바 니스 강송이 따디기 있고래 따디기 시주베기 민양 자디기 코랑기 제바부 오소 대와요 바테지 용고리 강 랑 제바부 오소 슈라 템바지 그래서 와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关代差别自性正因呢，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就是以说自身直接牵引和附带牵引自己的作者两者。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能够诠释这个声音，这个原因的这个声音呢，它能够直接的，就是引出造者，就是能够指出呢这个声音和造者的这个关系呢，那这叫做直接牵引。那附带牵引就是间接牵引的意思，它能够间接的呢引出就是这个原因呢和造者的关系，所以分为直接牵引以及间接牵引这两者。哦，对，他谈不的最终的让是这边的让给结巴不我所判别，通常没到不这边让是给大洋大当，他我做什么？그래서나 최종 대랑시 주베 대랑기 제법 공수 변be 통다 미다바 주바서 최진 가르쳐 그래 통다죠 미다바 인데 미다 빠 주바라데 미다바데 좀 제출라샤 다다 가르쳐 그래서는 최종 레스라고 딜라도 다 강수는 다 최종 되기 랑시 주베데 최종 시베게 다디기 조알리 중앙라도 랑기 제법 공수 가서는 조와 네 조알리 중앙라도 기비 조알리 중앙데 디용어서 펜베 차네 아니고 제바보 개바 더버베랑 시기 따는데 이뭐 강시라 제바보 펜바 강시라 와 아니 제바보 응어서 펜바레스 제바보 응어서 대와요 바 땡기요를 고고요레스 이라고요 那这里就讲到呢，就是情永无间所发，是以说自身直接牵引自己的造者。意识成立罗生是无常的自性正因，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透由情永所发的这个原因呢，然后能够成立呢罗生是无常的这个自性正因呢，就是自身。那这个自身是指情永所发嘛，就是我们讲的造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造作呢，它的全文呢是世夫所造作，或者说呢世夫情永无间所发，所以我们在听到这个造作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能够直接牵引出就是作者，所以呢这个因呢就是罗生有法是无常。因为我们讲到说成立罗生是无常的自性正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它的有法是什么呢？就是罗生。那它的所立法是什么呢？无常。那
正因呢，就是情有所发，或者说我们讲的造作，所以这个因呢，就是罗生有法，事无常，以是造作故。那造作呢，因为它能够发出造作的这个声音，它能够直接牵引出造者缘故，或是它能够显现出造作以及造者两者关系的缘故呢，所以它是直接牵引。다들 켜봐 다들에 이반이 켜봐 다법이랑 시랑 다한다 임바 다한다 랑식이 다한다 임바 실제라 스디 랑식이 다한다 뭐 시샤기 땡도 스고래 시샤 다 가실라 랑식이 다한다 임바 칸시세야래 그래 그래서 슝 가실라 랑시 주베데 랑기 제법부 미베마스 랑식이 다한다 임바 칸실라 칸송에 랑시 주베데 랑다 주사디 칸송에 다들라 코고래 다디기 아니 시주베기 민디기 텐데기 강소기 제바부 팽기 매나 제바보다 저 여바지 개 땜바다 개 고기 매나 아니 텐데기 따디 갈차도 그랬으나 켜봐 다바 베랑식이 따다 자그레스란 말 이 앞에 말이라. 제바부 주님 앞에 말 라. 정말 니 켜봐 다바 베랑식이 따다레스 칸스 아까다 디 가르 가르르다 다바 베랑식이 따다 승이래도 제자 디 랑식이 따다 간시라 랑땅 소에 따디기 제바부 가연 저와 매바 저와 밑에밤 마고아이나 텐데들라 켜봐 다바베랑식 따다스 그래스 름체 뒷바로 디 슈라 페마디 제바데 하소이 하스. 알레 온다 对不起 알레 제바디시 대다 슈라 페마다 제바 사등기 최종의 공수 페마들어와 이 차지 안디버로 로주 라이스 다티네 제바데스 제바부 저월이 중앙서도 제바보다 무슨 저와요 받지 고당지요 야 제바보 때마 강실래 제바보다 무슨 저와 매받지 빼나 제바레 슬라디 수이 제바레스는 규경기 제바디 슈라마도 무슨 고투고 매와 인상 고 제바보다 저와요 받 때마 고아 강실라 무슨 밑에마다 무슨 마고에 차니 아니 고 제바보 슈라 펜바 차그레스라고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关带差别次性正因呢，还有一个就是附带牵引，或者说我们讲的间接牵引，那就像是以所作性呢作为正因，然后呢来成立生事无常的这个自性正因，是生因有法，或者说呢罗生无法事无常，以是所作性故。因为在讲到所作性的时候呢，它并没有直接的牵引出这个造者，它只是牵引出了说就是所作性呢，我们了解到是因缘所造作的缘故，它并没有直接牵引出作者，而是间接牵引的缘故呢，所以以所作性因成立生事或是罗生呢是无常的这个自性正因呢，就是间接牵引。对，他켜봐 다바베랑 시단데 조차 표기 송차라 라서 랑식이 따는데 뭐 간실라 랑시 주베 다디기 제바보 밑에밤 제바보 마코 아이나 저와요 바데 마코 아이나 텐데들라 켜봐 다바베랑 시기 따는데 그래스 빼나 ngo보데 담에다와 좀 켜봐 다바베 ngo보라디 가야 제바보다 저와요 바데 ngo수단 슈글라 가야 고투고야만 ngo아인자 강소에게 따 ngo보데 아니 가르에서나 아니 담에다와 좀 왜기 아니 켜봐 다바베랑 시기 따다레스 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都同样呢是自性正因，也就是说这个正因呢，它本身是自性正因。它既然是自性正因呢，那以说自身，同样呢就是安立的这个原因呢，那它的这个能全身呢，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它不会牵引出就是这个正因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呢，那就是清净差别的自性正因的这个性相，所以才会讲到说事物呢是成立生事无常清净差别的自性正因，因为我们在听到事物的时候呢，它事物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并不会牵引出造者，所以事物呢是成立生事无常的清净差别自性正因。对，他对，他对，他前面没把的。지난주 지난 처음에 미바디기 제가 봉어서 팽기도스 아다 디워다 델라 지난주 라야 델라 상고 땅사도 那就是这边呢，就是有人呢，就是说我们在听到量所缘的时候呢，觉得能够引出这个是福。那怎么接说？其实只要去思维的话呢，这个理由也是说得通的啦。有意思。那他给想巴吉了，他边呢？
자, 그래서 세자 취진 딱바인데 최대 기지마마 인비 시통바 인비체스는 가르쳐야 되겠다. 那再举一个例子好了，那如果说以所知有法，事无常，以和无常无有交集故，那这个呢是属于哪一个正音？切巴达巴呗。对，不错。他对，他对呢，자 취진 미다디 깨바 인비起来呢？那神因有法，事无常，깨바，结吧，以是生的缘故，生，出生的生。那连接不都，可是。让切巴达巴为了先当的。캐바 답업에 따는데 캐바 답업이란 시 따는데는 캐바 규견 캐바 답업이란 시 따는데면서 캐바 답업이란 시 따는데는 캐바야 이 캐바 답업이란 시 따는데 차차。那人们界说呢，就是我们前面呢在安立所作性的时候呢，是安立它是这个关带差别自性正因嘛，因为它是间接引申嘛，所以既然所作性它是关带差别自性正因的话，那同样生呢，它也应该是关。因为我们在讲到生的时候呢，是由什么而生？就是因缘而生嘛。因为有听到因缘，就表示它有一个造者嘛。出生的生，以是人你们聪明，人南山就有的，人家讲不对呀，这南山就有的。공기 강에서나 배나 룽자 차샤바나 룽자 딩아 소 조중마이 라이다 나 룽자 코랑 양 깨바人都啊是就像룽자 콩打杠的 no 可是这不是깨바是哪不吧깨바是的语言的谈的切巴的캐바多巴本是谈的下属下嘛就是对切巴的吧差老的切巴人们接着说，就是我们在安立所作性的时候呢，是不是把所作性呢安立为这个关带差别之性正因？因为它是安立间接，它能够间接引申嘛。那所以同样的风声也是啊，风声它也是能生啊。깨바레 슬라브라 틸라나 쳬바디야 켜바토바 브라시 단다릭 말와 코제 가자 룽다디야 쳬바라와 因为人们现在是说，就是刚刚呢，我们在讲到说能生呢无法安立为这个关带差别自性正因的缘故呢，因为你是安立风声嘛，你是以风声为例，所以风声它如果不是关带差别自性正因的话呢，那照理说的话，那所作性也不能够安立是关带差别自性正因呢。理路，同样的理路。不是。正音的时候，不用看前面的有法，也不用看前面的。或者刚刚的定义是说，所作性是事无所到，但是生定是。空手给等的解巴波。骗马骗少的解巴波的引进名字，他解不去狗也有的。解不，就是空中盲敲狗啊的人有的。解巴波是那的。人们先说，大家听到这个造者的时候呢，造者不一定是由士夫所生。刚只是说造作的话，造作一定是要由士夫所生，但是讲到造者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要由士夫去造作。就是因缘造作，它也是造作。不做啥？你看着자기기치토라도 괜찮아요 다. 다出去了，狗啊出去。这个造作，他的意思就是说，造作引申出一个造者，造者不一定是要造作。第一，切不我是苹果。对。
就是在讲造作，就是我们先分开两个，就是造作，就造作这个词呢，造作这个词是指说有一个士服去造作，所以它叫做造作。但是造者呢，并不是说有某个人去做，他不一定要某个士夫，他就是有像因果造作也是造作嘛，所以造作，造者他是可以透过因果去造的缘故，所以因果也是一个造者，但他不是造作，因为他不是由士服所造作这样。所以这个造者不一定是，而且不一定是。对对，那造作就是从藏文来看，造作这个词它叫做士夫所造作，所以是有一个普特伽罗，他会理解到一个普特伽罗。但是在讲造者的时候呢，就是因果所造的，所以因果是一个造者。对呢，ठाकरे दे तो जमा चुके ठाकरे दे चौवाले चुआ माई ला बोले किवी चौवाले चुआ मारे ला दे किवी के शब्द से गाले के जो मारो को ठाकरे के शब्द तगारा रंगजों रे दिया रो आ 就像是在讲到说，非造作的石山，非造作的石山，它就没有一个就是造作的这个士夫嘛，因为它并不是士夫去造作的。那这个可是被造作的石山的话，它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普陀伽罗做的吗？没有啊。所以第一，最后的情况是的，基于最后的情况的，我是定的，切不不，第一的切不不，我是偏不的了个样。所以我们在讲到造作的时候呢，他所理解的就是理解为士夫所造作，所以才会说为什么他是能够直接显示这个造者自己的造者，因为他显示出了士夫嘛。哦对，아니哦他对，被那卡拉萨是的吃饭的那的切不不这个的时候，我是定的话。就像我们听到吃饭的时候呢，会直接听到一个就是造作的人嘛，造作的士夫这样。做这件事的人嘛，他直接显示出了这个造作的人嘛。哦，对对对，他到了斯兰呢，到了斯兰的，切不不引进民众我是偏个民族啊，反正去这唐不了来送来了吧？哦，到了是的，到了意思有很多人，有很多意思啊，到了时间一定到了，那就一定到了。他到了，小明到了，小花到了。其实的，切不不切不不的这我的不一定多啊，多啊，切不的这切不没多啊。那我们听到到了的时候呢，不一定会直接听到一个就是造者嘛，因为到了你可以理解到说，哦，小明到了或是小华到的时候，这个是你会理解为说，哦，有一个造者嘛，就是某某人到了。但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他可能是说，哦，1点到了，2点到了，这就跟造作的造者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嘛。对啊，我的，哦，他的，我来说啊，哦，他的。看做自己的要不过去用嘛，开始结巴的树啦片吧嘅人的切巴对巴不让心里大，因那温波的切巴打巴被让心里大，开始那的结巴当温波你囤积人多啊些，开始自己切巴对巴话，因为自切巴打巴的下个多。啊，对来了不是，他对来了不是，就你短期没跟这个工作的来了不是，这种啊，短期没跟这个老板爷那，跟这个老板爷那，对呢，他短期没跟这个，可能这个老板的老板爷那，对呢，他看了不是，明白，아니 뭐 당부 가르쳐 당부도 있잖아 빼지 자고로 튼지 임바 참기 캬바요 말 찌디기 잡아보 강고서 때는 찌 샤바디기 잡아보 고서 때문에 캬바요 말 빼나 오볼라도 제발라도 먼저 베베치라 디운 걸 제발라도 유gen기 제발 고기야 개발라도 유gen라 때는 개발 고기야 개발했을 수익 개발했을 유gen기 개발했으라고 제발했을 수익 제발했을 유gen기 제발했을 거고요.
我不来的水我不来的快要嘛嘞，好听嘞。那这里就问到说，就是像事物呢，还有所作性呢，它是同义。那为什么一个是亲近差别自性正因，一个是关代差别自性正因？那人们界说呢，并不是因为说它是同义的缘故呢，所以就一个呢，就一个听到一个能够从声音呢听到造者呢，另外一个就要听得到造者，这个是没有周遍的。因为就像我们说，在讲到说所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说那是有什么所做，就是因果所做的嘛，所以你还是能够听到它有一个造者这样。那我们讲到说能生的时候，是由什么而生？由因缘而生嘛，所以你也能够听到一个造者。但是光听到事物这个词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听到任何造者的这个。你完全无法把它跟造者就是有任何联想起来，所以他才会说一个呢，它是这个亲近差别自性正因。萨腾基这个最简单的回答，我里有，比如说，团结因为跟这个这个切不扛，再扛点不的这个点过嘛的，那就你点过嘛的，你看到了别下，他这个我当一点研究啊。那我们接着说呢，他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发问的同学呢，就是请仔细的听，就是因为呢，他们两个是同意的缘故呢，并不用代表说，因为他们同意，所以一个呢能够引申造者，另一者呢就要引申出造者，就是光听他的声音就能够引申出造者，这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我天，对呢，小明他的小明妈妈的儿子小明跟小明同意嘛，对不对？小明跟小明妈妈的儿子，和小明妈妈的儿子小明一样啊，对不对？但是小明的声音，那个他妈妈听到了没有啊？这一块的。所以人们界呢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小明，还有说小明妈妈的儿子的小明，这两个是同义的嘛？但是我们听到小明妈妈的儿子的小明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小明妈妈的这个字嘛，它是直接显现出了小明的妈妈。但是我们光讲小明的时候呢，并不会听到小明的妈妈。但是这两者是同义的。对，他了解吗？听来老修的。所以这样子可以了解吗？你用麦克风，要用麦克风，麦克风。的过去是他的过去是，嗯哼，嗯哼，嗯哼，所以把这个假设把这个造作跟古特写文讲的古特写的造作，其实就不会搞混。嗯哼，所以说能迁移出自己的作者，他这个作者不一定是古特写，是任何音乐可以上升这个作者，对。那就是这边有同学补充到呢，就是我们就是光看中文的词的时候呢，作者呢他所指的呢就是任何东西去造作，他都能够称之为是作者，他不一定要有补特伽罗或是一个士夫呢去造作的才叫做作者，因为我们可以称因缘呢由因缘所造呢，它因缘也能够称之为是作者。但是呢，我们在讲造作的时候呢，就是从藏文造作这个字里面来看的话，它是直接指到说士服所造作，所以它会直接理解一个补特伽罗呢去做造作。所以我们在理解造作跟作者的时候呢，要不同的这个理解方式。造作呢，就是由士服去造作，那作者呢，他不一定是士服，不一定是补特伽罗，像是因果等等呢，也可以称之为是作者。那了解吗 ？OK。他的我的瞧不到我们是当的喏，他的那些个当的人他差不多，别说啊，我觉得。那就讲完了关代差别自性正因，还有亲近差别自性正因之后呢，那我们关于自性正因的部分呢就结束了。他我那让些个当的开始呢，我就听到了，我就开始呢，那大个月的是呢，让些当的开始呢，我就讲个月的是，那不应那是。我他让些个当的，我让就念了了才的，
빼면서 개체 뭐래. 그래서 로종 다 냠내다. 잘해 요하랬어.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这因为我们平常在修持，或者说我们在修心的时候呢，是很有帮助的。 한간서 빼는 가상다 보지는 먼저 그래 자이라 땜버시 거시오래 다 인중기 삼바 점마 마인 밖에발라 아니 인중기 삼바 점마 마인 밖에발라 와 아니 기부 딩기스 먼저 기부 충국기 로청수 기부 딩기 로청수 기부 침백 로청수 송해 기부 딩기 로청수 코알랑에 버중기 삼바 점마 마인 바남 깨바는 된되기 삼배 돈에 로청수 되라 기부 딩기 로청수 예스과 다 기부 딩기로 정서로 코알랑 해봐 준대기 삼발로 코알 교연 통구야 동해를 교연 통구 동해기 규를 교연 통 동해다 텐데다 동해기 규 빵데 깨고고야 될라 때네 동해기 규 태와 태외기 태와 톰데 디체도 람라 롬데 어디 깨고고야 제가 디 깨고고야 那就如同呢，我们之前就是前几天呢，我们在嘉义呢讲到说四谛实修嘛。那讲到四谛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就是讲到说四谛的内容呢是在下士、中士还有上士呢是属于中士所修持的部分。为什么？什么叫做中士呢？就是他的心绪当中呢，什么时候能够升起一个不需造作的出离心的时候呢，那把它称之为是中士嘛。那升起出离心呢是什么？就是我们想要脱离轮回的痛苦嘛，我们想要离苦，什么时候能够升起一个无造作离苦的这个心呢？就把它称之为叫做中士。所以呢，那轮回的因我们该如何的去断除呢？那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到轮回是什么，以及轮回的因是什么嘛。那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修学说，那断除轮回以及轮回因的方法呢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道嘛。其实他동해 땜베 랑시 때나 파발라 미다 동해 똥 다미시 계속 때나 파고요. 미다 동해 똥 다미시 때나 파베야 디 방보 때나 파베야 될라 될야 로정알라 미다 동해 똥 다미시라 퇴섬 고섬 림기 고네 조고요. 퇴섬 고섬 림기 고는데 방보 미다 동해 빼나 동해 땜베 계속 시다볼라 통말 하는 거라서 튼중 걸로 할게. 이죄래. 그래서 तेने मिता देंबाशी ताबुला दी जेला थुंजुंगी तेला पापा दिंगी समजुंगी चाबचेने तेला ngishe tenko ya resonga ta ngishe de dende samjungdi jebare ote 那所以呢，我们要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说苦谛的体性是什么。那我们在讲到苦谛的体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先讲到说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想要了解无常、苦、空、无我呢，那我们就是依着就是闻思修的次第呢升起。那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对于无常来说呢，我们要先去听闻。那闻慧呢，它是属于视察意。那听闻之后呢，再的去思维呢，那什么时候能够升起思慧呢？升起思慧，也就是对于无常呢能够升起定解。那也就是呢，什么时候升起了通达无常的比度呢？那就是对于无常呢能够升起定解。那这个呢，也就是在思慧的部分。 대답이 삼중기디 제바래 제바데 이 제바 녜시 된요래데 녜시 마투어 서고라 녜시 템보 녜요래데 녜시 템보지 된투요래데 히나얀디 튼지다 만데 코네 유텔라 세나타토버 총요 말해 땡시 미템바 시고들 유텔라 세나타토버 총아데 무슨기 뇽아 곰바데레 곰디 곰종데 대답이 곰중딜로 되라 표상 고소림기 코네 대답이 곰중디기 아니 곰중디야 아니 타르토네 무슨게 뭐주인데 통람토 두 신의 조고고야 그래서 뒤 조고데 뒤나는 하고도 삼주기 때나 파면데 제바기 때나 파고데 제바기 때나 파면데 리베코네 때나 파다데 리베코네 때나 파면데 중세고주 리베 모돌기 리베코네 때나 파다데 모돌기 리베코네 때나 파면데 모돌기 리베 될라 따뜻하다라시 따다 마미부터 숨게나는 가르쳐도 그래라는 빼나 미다봤다 보이나 다음에 버디 마미부터네 때나 밥 초고야래 그저 두지 가두기 가베코네 매 두지다 마미부터 한다 더지 다음에 두베 따든서 페치 마미부터 한다 가나 두고야 다 미다바다 딘수 두야디 조 가르때나 파면디 라신기 따한다게 코네 때나 밥고 다 될라 아니 랑등기 콘 따한다게 코네 때나 파바이는다 신등기 따한다게 콘
但了当然的但了泡泡呢，卡里国呢开不的话呢，大家让的国呢毛都多少没的。那虽然说我们在施惠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以比度通达无常的时候呢，它虽然能够对无常升起定解，但是呢，它并不是远离义共相，然后是明现无常的方式去通达。所以为了明现无常呢，那能够明现无常，就唯有透过现前。那什么时候呢？能够现前通达无常，那个时候呢，才是进入了见道位。所以我们在升起见道之前呢，就是要现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透过比度呢去通达。那既然有比度通达的话，那就一定是透由正理、透由理路去通达。那能够通达的这个比度呢，就是事事比度。那事事比度呢，所能够通达呢，那它就是透过像是果正因、自性正因以及呢不可得因呢去做通达。那对于通达，像我们在通达无常的时候呢，通达无我的时候呢，那就是透过不可得因呢去通达无我。那想要通达无常的时候呢，那就要透过自性正因呢去通达无常。其实我们就三种的观念，没大把的无记呢，没大把的无记了呀，但了多呀了，三种当呢，三种的这个观念，但了嘛把多三没了他，天天这个的了呀，俺就常平常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想，大样大了的，观念给俺自己没想不起了，怪我着急，怪啥给刚才先记下，得了俺自己怪我着急，下面的刚才先记给说让你了怪我着急，等这就搞定你的就要了。其他七个人大样大了，对七个样大就要不着不起，七个样大是的，namsa先几个说让你的别先几个刚才我你要不着不起，其他到底马上这个两年的家呢，说给上路大样，因为那培训很多个就大样大来上路大就还做错误的话，但等这个他呢上路大样就主要就没着上不了，可是呢，他说给别呢，你个东年话着不起，没到东年当大没钱呢。没大把的不起，那哦，你个东西碰不得，啥子个鸟啊，那不碰不得，没大把人家，可是那几这个多，几早上看的是呢，哦，俺爷嘛，路就你说你就俺就给搞到你个数不的，别的数不的别选项对不？看得起呢，陪就起来有人别的差不多等明年别，起了个那么大人在不，男的别的数不给那胖不。别媳妇就有事，他现在伢子来的，他连说不定，伢妈给的人这个门头，他们俩起来的，到一年这个门头，囊落的就在一年，而且这个门头，他听说刚刚，几교환전에야4개월 마도 헛되가는 남성 교환도 요때 말was. 근데도 기지 지과레샤 세야도 보지다. 근데 돈에 상어 땅 아니 그 미다와 땅을 파벼야 되는데 용구 이기로와. 그래서 뒤인데 근데 저는 저도 그 랑식이 따야다 마도 도사면도 와. 그래서 뒤 거네 오다 근데 그 돈에 줘야 돼. 다 어때?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最初呢要通达无常或是无我也好，它一定要透过比度。那既然是比度的话呢，它一定是透由理路去通达。那这个无论是就像是自意比度或是他意比度呢，那都是一样的。那不过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哦，我们在安立正因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会有一种想法，就讲到说，哦，我在安立正因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对他人呢去安立正因。要么呢，就是他人呢对我来安立正因，因为我们在讲到说正因，在讲到正因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说有前征跟后征，所以在讲到说前征跟后征的时候呢，就是要么我对你安立，要么就是你对我安立，好像是有两个人呢，我们才能够去安立这个正因。但是我们在和修行去做结合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透过自意比度呢，也是可以的。就比方说前征跟后征，它不一定要是两个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去做思维。哦，我是如何去思维无常的呢？因为我这个有漏的这个运体呢，它是苦地，它是苦的。那为什么我这个有漏的运体呢，它是无常呢？它是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刹那坏灭的。为什么它是刹那坏灭的呢？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有漏运体和我20年前的这个身体比起来呢，20年前的这个身体呢，它更有活力，然后呢，它的肤色呢更好，然后它各方面的机能呢都比现在还要来得好。那
为什么20年前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差这么多呢？它其实是透由刹那刹那坏灭累积而成，它是刹那刹那累积之后呢，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并不是在短短的就是一弹指的时间，我就从20年前的身体状况变成现在的状况，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透由这种理路去思维呢，那这个呢就是质疑比度。所以其实我们在用比度去做思维的时候，不一定只有说他意比度，其实自己去思维正因的时候呢，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思维。那这个呢也是修行的一种。他真的应该被教了。那我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啊，他这样都是大不了嘛都，他俺罗别呢，他当俺罗，俺那边我去，比如说我现在80岁，我90岁，那90岁的话，那就什么大学了啊？俺谈到罗家就是古居营，他你碰不的，罗俺就觉得罗俺就给接了，罗的碰不的，这个嘛是，好的。他我生了马达那个了，对不对？出，他人子老在忙小嘛的，我在纽约前俺在俺们才读的，他老忙着老俺住的，老野起来了呢，老电视俺们穷读的，他提起了，那个碰不的要的是呢，要嘛，别恰想呢，他别去过呢，其实那种你嘛，我信吧，你到那里从察觉的时候，刚刚碰不的谈的态度哎，太没多啊。别那个做给碰不的时候没占呢。没拿了这个多，没拿了这就电木拿了多，那个 YouTube 里面呢 ，YouTube 里面呢有瀑布的，瀑布的被没扎实的，我吃了都是下的，把的那个家的，个家的来的，刚大大个的กิโล我住呢，家呢，个就呢大大个呀，他给那里住呢，干嘛住呢？马对的，开过去通呀。那你台北个我说我什么忙不就开过去通呀？他听说了白呢，白古个呢，白的，说让你给路易瀑布的，他都呢。GQ嘛都多少没多，台湾嘛都老后没多，听说个当年都多多啊，什么当然多啊。那或者说呢，就是举一个譬喻来说，那我现在呢可能80岁或者是90岁，那50年后呢，那一定就不存在了嘛。因为缘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时间拉太近，这样时间拉太近了，这个缘起不好，而且时间拉太近了，我们可能会害怕，所以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呢，去思维，我们比较不会害怕。所以呢，我们就举例来说，那现在我们80岁、90岁，50年后，我们这个运体它一定是不存在的嘛。那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说，哦，过去呢，我所认识这些往生的这些人，已经过世的这些人，他的运体一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嘛。那所以呢，或者说我们曾经去过火葬场，或者说我们可能在某一些这个影片里面呢看到这个火葬场的这些状况，他一开始可能是把这个大体呢就是放在这个要火葬的地方的外面嘛，那等到把这个大体呢推进去之后呢，那一段时间之后就只剩下灰之外呢什么都不存在。那如果我们要以无常的例子来做比喻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例子嘛，才能够想说我自己会变成这个样。那例子呢，就是过去那一些已经往生，我们所认识的往生的这些人，那就如同他们一样。那我之后呢，自己也会变成灰尘，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呢，然后去升起自己的这个正理。其实他第一上了当然的基金嘛的，第一段呢没到我上的，没到我这个缺了贵，当我也学的是过，其实没到我这个没到我上了，千万没到我上了，当然。缺了贵给当把牙对的，专门那个汤马送呀的没到我送的，其实过年了这个得来没到我送的，他们过年了这边在我可能也没到我可贵了，但是可贵了。其实他听说个多呢，别听说的，当晚听说个多呢，哎呢，几个没几个要不得了的呢，哎呢，他像俺说等的别讲呢，写的什么评论多，你碰不得没到啊，几几嘛，看别人妈咪洗多是了呢。他妈咪当你碰不得，他卡卡了，妈咪的，ko suki soisha gyore nge pompo te pe nge phama ni ki pe kale kem ta kharso kore ngala te sha gyo de re thida khuni pe de de dhagum de semla lojong la nyamlen je chewa ina pe la suya de loja chaya de tes khabu do wa wa ta khabu do pe na phumba mida ba re kharso ne kichi mare pe na mame de so ko to gyubja gi cha ne ina ne khanji to ne ta ta su mida ba di so phumba mida ba juya marwa nga so mida ba ten pe ba de rangyu ki phumbo de mida ba tengi ya ba cheza 인데 된데기 돈에 상로 다인데 아니 랑식이 다한테 거는 두고도 와. 그래.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为什么我的这个运体呢它是无常的？因为是它会刹那刹那坏灭。所以世尊就讲到说，就是最好的教戒呢，就是思维无常。所以世尊呢，在最初转法轮的时候呢，是讲述无常；那最后一次传法的时候呢，也是讲述无常。为什么呢？因为透过思维无常呢，能够劝诫我们呢，就是趋向于法。所以劝诫我们趋向于法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思维无常。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哦，举譬喻的时候呢，是要举那一种能够触动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譬喻，不然就说，哦，我的身体呢，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是刹那刹那坏灭的，就如同像是油灯一般，或者说如同瓶子一般的时候呢，举这种例子对我们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会讲说，我的油灯跟我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啊，油灯它点在那边就是那个样子，我的身体是父母所赐予给我们，会有很多就是把身体呢跟油灯不同的这个理由。那或者说我们举例的时候呢，举说哦，像是以瓶子为例的话，但是这些对我们要升起感触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要去思维无常的时候呢，是要去思维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的运体呢是无常，而不是去思维说哦，瓶子或者是油灯呢它是无常。所以在举例的时候呢，就要举这种能够触动自己内心的这种譬喻。他听你俺让这个什么了，米大东西，米大东西东大米西的，东西的没开就西。他你俺让这个什么了呢？哦，东西风不提，대화 되고 야， 대외랑 시질에 삼고야。 但他的东西话是，可是他冷源교冷源교 원기 중에 풍부를 와. 교冷源교 원기 중에 풍부 인상东西话是，아니 미장이랑 시래 또 주치 삼로다네 두단디야 랑시기 다한다 보니 두단 삼 차고도 와. 어떻게 어떻게 那同样呢，我们在讲到说运体的时候呢，我们会，我们知道说呢，它是具备苦的这个体性嘛，但是往往呢，我们会执运体呢为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说透有的我的运体呢，我能够去感受到快乐。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维到，其实我们的运体呢，它一定是苦的这个体性。它为什么是苦的体性呢？因为它的因呢，就是从业和烦恼而生的嘛。既然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运体，它的体性怎么会是安乐的呢？它唯有具有苦的这个体性，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呢来做思维。这个我这个感觉是这样子，我的感觉是啊，对不一定。其实俺这个你嘛，对了，当没告诉俺这对了，我们私来学的时候是的，无可是无常什么呗，无常没大瓦是吧？没大瓦是的，pat 卡着去，给几个人心起来是的，天天这个什么当呢？那天啊，白人碰到的高啊的，听说东，听俺说老中给娘们的，他都给。lambu jawutir, lam jawutir, peti tungu yar. Ama titi ngaran zo ki sile shubi kapso mitaba kichi jigwa reda se yadi so chuya thatu di rangyo ki phumbe tendu chubu gu yar. Lu sem ngiti, lu da sem ngiti mitaba yinba de chuya di miyu di kaba thi che do ane maki dire kapso mitaba se de kichi jigwa reda chiryo ki yula so wate zo kondo jigi duwa pena jigi yoba de ngosum do tongu duwa se de rabje ta dila tenne thatu rangyo ki phumbe de mitaba yinba chubu ngeta chi yar. Khare se na 미다바 세도 서도세요 말 미다바 세도 동해 댐비 캐주 시 나니 지기 랍사로와 랍사도 동해 댐비 캐주 시세 디 시지기 땡도 디 시가 빼나 동해 댐비 캐주기 동해 댐비 칭이래야 이제 가실라 미다 동해 동 담이시 켜버도 지기 시 속된 슬라비요 거기 쉬워요 속된 세 미다 동해 동 담이시 시지기 땡도 땡라 판에 깨져 시당 시기요 미다 동해 동 담이시 시지기라 때는 깨져 시 시치라 때는 계좌 시도 뒤 시가 점사도 그래 랑게도 봉버들 그래서 봉바다 가와데도 미다 동에 동 다음에 시 변당서 계좌 요말 그래서 소디 뒤 랑게도 봉버된도 최자 랑게도 봉버디 동에 와다 미다 동에 동 다음에 랑시 임바 삼로 땅에도 텔라 때니 아니 다 동에 와랑시 이나 텔레트 탑 가르도 세도 다 삼로디 얘기가 다 텔라 삼로 뭐 땅서나 다 텔레트 탑 텔라 어다 아니 귤람된 세고도 아니 대 양내 미다동에 또 담에 시고 별로 띵이 세나터도 중와다 덴데 담에 또 별로 띵이 아니 랑진지기 녜못 줘와다 디 자와데 랑진지기 견다 랑진진 디야 아니 디기 녜몰라 다 담에 또 별로 담에다 또 별로 띵이 녜몰라 건 도고도 상어당 얼마도 미다바 동에 또 담에 시에서 미다바스도 배 샤바지 또아스도 샤바지기 때 담에 바 샤바지 단로 좀 장주디 딱다 되게 해서 말해 그 템바시기 캐주 실을 냠도 자르도 잘해야 돼 시지기 때도 때나 법단 자네 송구도가 어떻게
왜냐면 배자 망부지 나라 담바시기 진시 캐주시들을 때나 밤때 캐시치그래 녀랭이 봄부 추진 쪽을 때 코주테레 랑교기 녀랭이 봄부 쪽을 마도 생겨 녀랭 봄부 캐시가 마야 달로종을 삼도 당나 那所以呢，我们在修学色类学的时候呢，那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无常。那无常的性象是什么呢？就是刹那刹那坏灭的体性，称之为是无常嘛。那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它所讲述的例子呢，大部分都是用瓶子或者说柱子呢来讲述到说，哦，它是无常的。那这个是一个譬喻。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譬喻呢？那从这个譬喻呢，我们要去了解的呢，或是我们如何拿来修行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就如同外在的境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无常一般，就像瓶子和柱子一样。我自相续的这个运体呢，它也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体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苦地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苦地的这个苦地的4个形象的时候呢，无常、苦、空、无我。所以有一些论点呢，它在安立苦地的性象的时候呢，它是安立为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聚合义。那在安立到无常、苦、空、无我的聚合义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在一个所依之上，它要同时具备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特性。那具备这个特性的呢，就是自相续的运体之外，因为你不会在瓶子之上呢，就是同时找到无常、苦、空、无我，或者说呢其他东西。我们要思维呢，就是我自相续的这个运体呢，它本身就具备了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特性，所以它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聚合义。所以由此去思维呢，我的这个运体呢，它就是具备了苦地的这个特性嘛。那你了解了自相续的运体是苦地的这个特性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去思维到说，那我想要脱离痛苦的话呢，那我该如何从这个苦地当中来解脱？那就会思维到解脱的方便，那也就是道。那在思维道的时候呢，就知道说，那我们苦的因呢到底是什么？那根本呢就是在于我爱执嘛，那就要去了解到我爱执以及我执的过失。那如何去对治我爱执和我执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那唯有透过思维无常以及无我呢，那我们才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在思维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呢，我想到无常的时候呢是一个东西，然后呢苦呢又是另外一个东西，空呢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无我呢又是另外一个东西。那如果是透过修心教授去做思维的话呢，那这种方式呢，它就是不正确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思维到，就是什么东西它同时具备了无常、苦、空、无我呢？那就是我们有漏的这个进取运嘛。먼저 카지 가르친 거였으나 캐바카지기 옹본 농보이나 인중기 삼바점마 많이 받게 발라 덴바시 마도부터 사요 말이 있을까 디매 근세 가르스나 옹본 농비기 인중기 삼바점마 많이 받게 위기 깨다부디 미다 동에 동 담행이 삼바다니 끼고 디땅도 될랑이 시ete 니시긴도 타 퀄리티인데 맞아 타면도 삼베 인중기 삼바점마 많이 받게 와 제가 키로름 비기 참아 이게 미세다 된줄 퀄리티인데 삼바점마 많이 받게 발라 아니 가자 미다스 준주 된제 미다스 담바시 또고 그래 소야 되는 거 같으래 딜 때나시 아니 대진기 타바토베기 타바토베지기 사마스 좀 많이 받게 발라 똥이 또고 그래서 옹보 넘보 타바팅이 가서 그래 대진기 남층이 상황 줄을 깨발라 똥이 걸또 전주섬 제일 끼 그래서 옹보 또 보라 메링이 라이도 된소 강가 리람 게 또한테 내가 되게 두디야 제자다 된데인데 이 토네 아니 간속이 다 가서 그래 삼중기 권에 때나 파여기 리버든서 강가 랑시기 따야다 자 랑시엔 따야달랑 가란속에 배주 마땅와 라바 마차와 간저 또 삼해다 所以呢，才会讲到说，就是立根的行者呢，有一些论点里面讲到说，立根的行者呢，还要升起就是不造作的这个出离心呢，他一定要通达四谛。他如果不通达四谛的话呢，他是无法升起出离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讲到说，你要升起出离心呢，就是对于痛苦、对于轮回呢，想要出离。那你想要出离轮回的话，你就要先了解到什么是苦嘛。那你要了解到什么是苦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到苦谛它的体性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四谛16形象到底是哪一些？所以不通达四谛呢，是无法升起出离心的。那这个是克祖杰大师呢，他在关于量论的这个解释呢，除义案论里面呢，他就会讲到，就是我们想要立根者呢，他要升起就是出离心，无造作的出离心的话呢，他一定要通达四谛。那同样的呢，就是
对于这个大乘的这个行者呢，他想要在心绪之中升起，就是立根的这个大乘行者呢，他要在心绪之中升起大乘道的话呢，他一定要先通达空性。先通达了空性之后呢，他才会升起菩提心，这是立根的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他要先了解到说，解脱以及一切骗智呢是能够承办的。他唯有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他才能够去向于大乘道，然后才能够升起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要透过这种理路呢去思维的话呢，那就是要升起这个思慧的时候呢才有办法。那要升起思慧呢，它就一定要透过比度。那要比度的话呢，那以我们来说，就一定要透过自性真因。你要是不了解什么是自性真因的话呢，就无法升起比度，那就无法呢升起思慧。对，他让西当的各个集体上当出来，他今天要让西当的各个集体今天上当出来，但呢，满足中世国剧的新的国剧呢，新的国剧的我，但呢，金巴当完了的呢，龙卷中啊的，虽然送完了的呢，点着给我的中间的个送下来哇，他本来新的国剧一切个当的东西呢，新被龙卷听给的，新被龙去的，让给点着点了，路安的，结果送给他们龙一没吃拉不哇，其实他团大开的是呢。金巴当了的呢，龙卷中啊的，出去送完了的呢，点着给我得了，一直送我到的得了，没路啊，因为眼巴的，得了那些点不那些眼巴啦，一切个龙了嘛，点不多少面的，哦，中间的个送下，他中间的个送的精神给他们龙因巴得了的呢，哦，他中间的个送完的点不金巴当了的呢，龙卷中啊的，出去送完了的呢，点着给我的呀，点不到的没路啊嘞，上中国呀。其实他的马玉大那主要有嘛，大学这么多，当然这当然的嘛的，他果然是个当然的工作过过。其实新的国剧给这样，俺那是个，然后做三中给个当了爸爸赢呐，俺新的国剧的，他妈杨中给他妈南山过来来谈不啊，这个工作给杨当了爸突然有嘛的，他三中给个当了爸过，三中给个当了爸爸的，然是个当然的工的，当了妈爸爸多少有嘛，其实然是当然的个把这得了呀，上当抽要的。所以上述呢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呢要修学自性真因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的角度呢，我们可以从就是我们了解到说隐蔽分呢，它分为就是略隐蔽分以及极隐蔽分嘛。那略隐蔽分呢，就是透过这个事事比度呢，然后能够去了解。那极隐蔽分呢，它就是像我们讲到的，就是无期狂的通达呢，经文就像是因师有受用，然后由戒有安乐的这种比度呢，那称之为叫做极隐蔽分。那这种比度呢，叫做信许比度。那透由信许比度呢，去了解经语蔽分。那我们信许比度该如何升起呢？就要透过三察清净圣言。那什么是三察清净圣言呢？那要透过就是自性真因的了解，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什么是三察清净圣言嘛。因为对于说极隐蔽分呢，我们是不可能一去入极隐部分，想要了解极隐蔽分，我们就能够升起这个修慧。你要升起修慧之前呢，你一定还是要透过思慧。那透过思慧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透过比度。那比度一定要透过正因。那能够升起极隐蔽分的这个正因呢，也唯有透过自性正因之外才能升起之外，它是无法透过这个果正因或者是不可得因升起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呢，为什么要学习自性正因的角度。哦，他提。其实这里的那个从什么单的是吧？哦，他都是的，其实对的，今年了，今年不钱，俺做当然今年不钱的不加下来呢，可能今年记住忙不了吧？俺这个看了呀，老总他给些的忙不了的，那这个这个看了忙不了的都。ane chigi lang soso desa ki lungba liya ane menjo chaga tangi kaza gen menjo chaga phayo chigi lungba digi oh nganze lungba de choden ya wo chigi phero chi gen chigi choden ya wo ya sen de gen phero sa ane gen ngal ni me so ka phage de ne re soje de re nge sa chi nge le nge phumbo de ne lenge ong ki chu phumbo re kawa de ne chigwa chigi ya re ma do phage lungba de le do no ko lenge ong ma ju to nge phumbo de je wo gyap do es ke yo ma re so mo re o che da ko ju de ta dung ne ran shi yin zang gyu le nyo ngi chung yin za le nyo ngi di gyo ma da na to ti ngi chung ju ja di gyu thu me yin sa wa che sa ta ten de thon ne sam ta de che da dung ne wa se ha di ki ta kha rang gi lo ju ting ni ma ran zu ngi re gi kang ne to len che dang da o da chik sam lo dang dang de pe mang bu tu wa yu sa tu wa o ta ten de thon ne o de
那我的上师仁波切呢，就是他有很多的弟子，那有很多就是有一些弟子已经考上了格西，那或者说他有一些外国的这些弟子，那这些住在国外的弟子呢，就会跟上师仁波切呢提醒到说啊，就是老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住的这个国家呢，它的医疗资源呢比较丰富。那另外一个弟子也说啊，到我这边来，这个医疗资源呢比较丰富。那上师仁波切呢，他就跟仁波切说到呢，就是我这个运体呢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这个苦的体性的运体，并不会说我搬到国外去呢，那我这个苦运的身体它就会转变，是不会的。因为呢，我只要我的因呢业和烦恼不变的话呢，那我运体呢它的苦的体性呢就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呢来做思维。好的的，当然是给答应他的多少，他妈咪被答应他的，他什么妈咪被答应他那些吧，那轻易的要我，他轻易要你些的，他的呢，他妈咪被答应他的，也谈不得了，给他轻易的。他妈咪被答应他写的做他，对，妈咪被答应他写的他卡的罗斯呢，他来了不是不是，这让妈咪打什么的，都是他说啊，他去你跟着一面给这写的做的这答应他的。大去你让心给答应的一面给这些的做，大去让心奇怪一面给这些的让心给答应的，大去跟着你，大去你不大的直接去你跟着一面给这些的这答应的，他慢慢被答应到了，大去你给这些要么可以去多要么，刚送一个我就直接去叫了我的嘎巴的主巴的给这些目标了，刚送一个我就直接去的嘎巴人那大的了，慢慢被答应的，看不来。其实慢慢被答应的搞答应的，你短期来不要的，我听的。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就讲到说，就是不可得因呢。那不可得因呢，又分为性相和分类。那我们在讲述性相之前呢，我们先概略的讲一下什么是不可得因。那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就是正因呢，它分为3种正因嘛，就是果正因、自性正因以及不可得因。那我们在讲果正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因还有所立法这两者呢，要是因果关系的话呢，那就是果正因。那讲到自性正因的时候呢，讲到说正因呢，还有所立法，就是正因还有所立法二者呢，要是体性一样的话呢，那就是自性正因。那不过呢，在讲到这个不可得因的时候呢，它就和正因呢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在讲不可得因的时候，最主要是看它的直接所立法。它的直接所立法呢，如果是遮止法、遮遣法的话呢，那它就是不可得因。所以不可得因呢和遮遣正因两者呢是同义的。哦，对的。第一的，那边冲浪，话，多让这让了，开始送的是他们多让了，你我不住吧因啦，今年嘎不定起说你我不住吧因啦，谁的我不住吧因啦，让谁给答应的，你个这答应的让谁给答应的，这是个，今年嘎不定起说，谁的嘎巴的慢慢被答应的，这是个，哦，对。所以，陈大论师呢，在结量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二者呢是成立正因，一者呢是遮止正因。那二者呢是成立正因呢，指的就是说果正因还有自性正因呢，这两者是成立正因。那不可得因呢，它是遮遣正因。哦，对，他慢慢被答应的地方，老中给俺们了学习偏头的加来要的，那同样呢，在学到不可得因的时候呢，那不可得因呢和我们在修行呢，也是有很多地方能够做结合的。哦，对，就这样，第俺们加要印章，我们不要引来学，我们要需要修行这个香味。所以在了解到说这些正因呢，其实和我们修行都能够做，和修行都能够做结合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要去说哦，我不想要学这个因类学，我只想要学这种修行的法类，这样讲的就是相违了。听到节目，觉得你难怪了做不。因为呢，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呢，你就要了解因类学它所讲述的内容。哦，对了，啥子？哦，对了，就是他的对的，他就是吃我有没吃我有那吃我当学，你们问题的我问题，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吃我那当学可以发问，就是有问题的话呢，就请一定要发问。我们呢，嗯。
刚刚想的，这就是有5分钟的时间，那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问。가리 뒤에 뒤고 왔다. 인지 견한도 새로 주는 형 말이야. 就是大家想问什么呢，都可以问，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随便问了就可以哦。那就刚刚在讲说那个量，仁波切说是观待他，仁波切说是亲近差别自性。那仁波切的想法。講嘅大家生命密法的拉紅對，大家人們些嘅時鐘說的，大家切把打包嘅讓心嘅當，大家啥子？那人們些嘅轉身卡里那是？我第一次想到，第二次想到，以后想的不一样。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刚刚呢，就是承许呢量所缘呢，就是以量所缘为正因的话呢，那它是清净差别自性正因。那想请问仁波切理由是什么？那仁波切说呢，他其实第一次想的呢，跟第二次想的答案其实不太一样。那边呢？我来那边有的是啊，两年没意思呢，那边这些搞错啥的是，처음에 또가 세 디기 차와 디기 제바부 세마 디기 또가 슬라바이나 다 처음에 또가 디 제바부 디 처음에 또가 디기 제바부 디 처음에 세마 인스 아 계란족이 지나 다 오벤칭 이메 다 처음에 미발라 디 디기 제바부 디기 세마인비 균생기 제법 땡기들라고 하러 왔어. 那仁波切说，他先问大家好了，就是大家说量所缘呢是观待差别自性正因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说量所缘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有一个作者嘛，那这个作者就是量嘛，大家的理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吗？对。那就这个错了。为什么错了？因为前面多少是能开始个呢？量所通达，量所通达，量所通达是不是无常？现在大过来嘛呢？不是啊，所知是不是常法吗？对不对？无常啊，常法吗？在吗？在。所以它不是无常的话，它当然常法。大过了切不有的为？那常法会有作者吗？那你怎么回答？可是。공기 된데 챌린저저 요 말했어요. 준선 삼로 딴 거였어요. 까만 달리 또 맞아요.所以给你不对的话，这个一定要，你全部都是对的讲的话不行，所以就不对也讲，对也讲，那就这个分析的话，但是三种可是不对的。就是说，大家想到什么呢，都可以回答，不用觉得说哦，这行是对的或是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就是思会嘛，那思会最主要就是要去思考嘛，所以大家想到什么呢，都可以回答。
啊。哦，大家在网络上的同学呢，也可以回答。在网络上你们也回答可以，我们有，我给你全部位置，估价这个意思，各个机会。所以网络上的同学，人们也开放机会呢，给大家来做回答。就大家可以开麦克风直接问，没有关系。你谈的全部的，听了你的什么看嘛？谈的看了lagi，他你什么看过去了？姚丽，你刚刚你问我嘛？那个时候我一直想着他，你进来拉面拉过的，他看拉过那上面，谈的连的叫什么的？你连的汤不吃的要嘛的什么了？人们就说他这个回答也是等到姚丽师姐发问的时候呢，他才想要说，反正要回答，那总得想个理由出来回答，不然他之前还没有想到这个这个回答的方式。也还是啊，自己米大把马因是，那大把空节把不用嘛来了。哦，他的确的，他吃饱不点不多，吃饱不多，吃饱点不多，吃的。那可吃饱到饱不能去当的吃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安利量所缘或是量所通达呢，那它都不会是关带差别自性真因嘛，因为它并没有牵引出一个造者嘛。他们就여기뭐또确认了，其实我当我想말다 왜？那如果在这个在辩论场里面的话呢，就已经直接吃差了，因为在辩论场他不会留太多时间给你。他得回答，这为什么？럼些的啦，只话只有的是，开前的的信度高就的，哈国切度让心给大大国的是，被那借顺给大北龙开了前的引进民间让心给大la den的些国的是。他들어와 저랑 따다 진배롱주 챙기듯이 시벨롱주 랑게 땡지 되는 밀로와인데 잡아숨기 답을 로인베 첼라기 랑게 땡지 되는 따지 디 아니 따ян다네래 이제기 따ян다 이제기 따ян도 된데 대단한다네 말에 따주 군대 말에 따주랑지 찍래 그래서 와 찍대래 다 마음이 따ян다네 로사요 말에 두지 저라기 땡지 되는 밀로와서도 가반에 말에 또 따ян다래 뒤에 따라시기 따ян다 거는 두고도那就是这边要想请问人们，为什么要了解即隐蔽分呢？就需要自性真因。三察清净圣言呢，为什么需要透由自性真因去通达呢？因为我们先想要说，就是我们在理解到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信许比度的时候呢，那信许比度我们所了解说，它的这个比度呢是通达什么？它所要通达的这个正因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因师有受用，由戒有安乐的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即隐蔽分嘛？为什么是即隐蔽分？因为呢是三察清净圣言的缘故。所以你在了解三察清净圣言跟即隐蔽分的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两者的关系它一定不会是遮前法嘛，就是即隐蔽分它并不是遮前法嘛，所以它就只是成立法。是成立法的话呢，它要么就是果圣因，要么就是自性真因。但是三察清净圣言呢，跟即隐蔽分这两者呢，它又不是因果的关系，所以就只能透过自性真因去理解。라기 땡지 되는 밀로와다 잡아숨길 답을 농이도 시치기 때도 샤구하라 근데도 사매와 因为我们在通达呢，就是无期达通达经文因师有受用，由戒有安乐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它是三察清净圣言的缘故嘛。所以这两者呢，这两者的关系，你只能透过自性真因去理解。呀，他时间到了嘛？哦，对了，他今天声音理解了呀，米娜嘛没有答案的这种的，哦，对了，他哦，呀，老师，他今天他妈的。回向的去切，那说。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度就会讲到这个不现不可得正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向。那将我们今天说文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王综合八大社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流长。那我们回向尊舍，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
都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也能够早日成办。那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是否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是否为佛教徒，我们也祈愿他们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特别是现在的疫情能够早日的洗除。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잠배 뭐 지들 캠마는 공도 뭐대야 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精进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未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领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颠经甲臭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尽，日清显密教法册，善直为生顶上言，智慧离障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明灯使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是愿令善事见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自他尽罪而极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多谢，那时候一切都我行了。们了，多谢大家，谢谢。谢谢仁波切。感恩仁波切，谢谢海边大老师。谢谢年扎老师。